各位標迷，你哋好啊！見到呢度就佐敦裕華國貨榮記錶行啊，咁啊大家都知道佢賣開日本嘅手錶啦，包括 Orient 就係東方嘅手錶啦，咁隔離啊就有兩格就係 Seiko 嘅手錶，Seiko 嘅手錶我喺榮記錶行啊都介紹過好多啦，即係有唔同機芯啊、功能啊、Presage 啊、Prospex 都有，但係原來咧兜到去後面見到，竟然有 Citizen 嘅手錶喎！我真係咧喺榮記錶行好似冇介紹過 Citizen 嘅手錶喎，真係好開心啊！今次咧日本三大牌子啊都有啦 ，Orient、Seiko 同埋 Citizen 啊，同埋聽老闆講咧，原來之前咧係有賣過Citizen 嘅手錶，不過可能咧好耐之前個鋪位咧仲可能唔喺裕華國貨入邊添啊！咁既然有咁多 Citizen 手錶，就攞一隻咧最新推出亦都係好特別嘅手錶啦，就係 Citizen ProMaster Blue Angels 藍天使啊！如果玩開 Citizen 手錶嘅朋友咧，都可能知道咩叫藍天使啊，藍黃色嘅喎，好特別啊！標徑咧就係44.5嘅，都有翻咁上下大隻嘅13.5mm厚度啦。標二去標二咧就接近50mm，呢隻錶當然係好有份量啦。同埋啊，原來咧就係 Citizen 同埋呢一個美國海軍嘅花式飛行隊伍藍天使咧合作咗超過25年嘅啦，原來，所以呢一個咧係最新嘅合作版本嚟嘅。同埋我解鎖錶冠之後，大家見唔見到個時針係可以獨立調校？咁同埋咧仲可以用嚟推進3時位置嘅日曆槍嘅。咁個框亦都係黃色啦，所以呢一隻錶係 True GMT 啊，真嘅 GMT 嚟㗎。錶冠拉出兩格咧，就時分針啦，同埋 GMT 針咧一齊喐。而家踏正12啊，咁因為咧本地時間同埋 home time 咧都係爭12個鐘嘅，所以就踏正啦。咁所以咧呢隻錶咧係真正啦，搭飛機啊跨越時區嘅時候用咧非常之方便。咁當然啦，因為呢個聯成版本係同美國花式飛行隊伍聯成㗎嘛，咁所以啊就更加正啦，有 GMT 嘅設計。咁而家咧小時指針指住8點鐘啦 ，GMT 針就指住咧上晝嘅8點啦。咁一目了然啦，同埋4時位置咧有一個錶冠嘅喎，原來咧可以操作啊入邊嗰個黃色圈嘅。咁當然啊就可以愛嚟咧做飛行滑尺啦、計數啦，譬如計下個速度啊，啲油可以用幾耐咁樣啦。咁當然啦，我就係唔識計嘅，咁大家識計可以話俾我聽啦。總之知道係有飛行滑尺嘅功能。咁無論係呢個功能啦，定係話 True GMT 嘅功能啦，都係非常之配合啊呢個同 Blue Angels 藍天使嘅聯成，因為呢個係花式飛行隊伍嚟噶嘛。咁俾大家睇下啦，咁有兩行拋光嘅，有個安全扣喺度啦，上面有 Citizen 嘅字樣啦，亦都有雙按鈕嘅，一撳打開，冇做透底，咁啊見到個徽號喺度啦，200米防水嘅手錶嚟嘅，做藍寶石水晶鏡啦，機芯咧就係星辰嘅9054啊，機芯啦有 True GMT 功能啦，同埋就係有50小時動力儲備，哇！所以呢隻錶咧真係裏外啊〜都係咁勁，真係好適合飛機師佩戴啊！咁啊，照一照啲夜光俾大家睇下啦。咁啊，飛行員手錶啊，月時要清晰啦，夜光啊，亦都係不可或缺嘅。咁飛行員手錶啊，通常都係比較大隻啲嘅。咁呢隻錶咧，當然啊，月時啊、計數啊都非常之清晰啦。你諗下，如果得39mm 啦，你有個旋轉內圈啊、計數啊都睇唔到啦。但係上個7寸嘅手腕啊，44.5mm 或者45mm 左右啦，好有份量嘅手錶嚟嘅。當然啦，亦都唔會係一隻低調嘅手錶啦，係好搶眼嘅。咁大家有興趣啦，當然就可以去到榮記錶行查詢，記住同老闆同埋售貨員話睇過呢個 channel 啊。咁而家見到呢隻手錶啦，仲有一個特別盒嘅，價錢係幾多呢？定價就係8880港元。哇，咁好意頭嘅，係咪知道呢？農曆新年嚟緊啦。咁當然啦，如果大家同老闆啊、售貨員話睇過呢個 channel 啊，梗係多啲優惠嘅。咁呢隻錶啊，講真，我覺得都唔算貴啊。佢都有幾多嘢俾到你嘅，包括50小時動力儲備嘅 True GMT 機芯，可以獨立調校小時指針啦，200米防水性能啦，當然仲有好搶眼嘅飛行滑尺啊，可以做各種嘅計算功能嘅。你話
勁唔勁啊呢隻手錶？榮記錶行真係好進取啦，最近都引入咗好多以前鋪頭冇嘅手錶啦。咁啊，而家啦，仲有啊日本知名嘅三大牌子啊，包括 Seiko 啦、Orient 啊，而家仲有 Citizen 啊，都齊晒。所以之後有機會咧，一定要比拼下佢哋嘅手錶啊！咁遲啲咧，亦都會陸續介紹更多嘅星辰手錶，大家密切期待啊！希望大家都中意我今日嘅分享啦，拜拜。